更大消息来看，台北市长郭文摕到市议会，针对台北市重大的工程做专案报告。另外，郭文摕滚酸笑讲，家己会当完成一日双塔挑战，是靠这个安非他命。结果是去互议员甲呛讲，要甲掠去验肉。你知道你旁边就站了一个绊脚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柯市长啊。这样。你不要装无辜啊，卖假啊啦。反毒呢？台北市议员王志斌火力全开，骂市长郭文摕是反毒工作的顶路酒。你在鼓励大家吸安吗，市长？我在问你。那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常常是这样啊，听人也知道我在开玩笑。你旁边有个嫌疑犯，自己都承认他吸安，下去以后你给他验尿，如果有的话，你就给他抓去勒戒；没有的话，你就妨碍公务治他。郭文摕领导到台中州选举，甲公庙负责人咧开讲，本身像你讲进前骑脚踏车完成一日双塔时，我靠这个安非他命，佫引起世间的风波。你觉得你一个市长，你还有私底下的空间吗？应该还是应该成熟的国家还是。你私底下只有你跟陈佩琪关在房间，那才叫做私底下。郭文摕是讲这是私底下咧开讲的，议员是希望郭文摕言行要较谨慎咧。有关大议但甲真济重大工程的进度，议员嘛真关心。坚定立场，相信专业，在安全无虞的前提下，尽速让大巨蛋复工。做遐久拢做袂好的大巨蛋，第一摆进入都审会，敢法度维持公共安全的标准，进一步过关，犹阁唔知影。